開餐啊！咪住先，爭啲唔記得咗，我每餐之前呢都要食呢個卡路咳嘅。我哋拍片每餐都食，好多朋友都問我哋點解成日拍片都可以 keep 得咁 fit， 因為我哋好注重身體嘅健康啊！每餐前都會食 CooliG 卡路咳 Jelly， 以免攝取過多熱量嘅吸收。所以點解我哋咁 fit 都係靠佢咋？呢款萬寧有售嘅 CooliG 卡路咳懶人燃卡啫喱係香港名牌 CooliG 科麗健旗下熱賣嘅瘦身產品。餐前配合 CooliG 嘅卡路咳 Jelly， 吸油海綿技術，佢嘅超強吸附力喺腸道中將澱粉、油脂、糖分包埋，然後排出體外，係唔會影響食物中嘅營養吸收㗎。卡路咳含有專利抗電子油成分，餐前食一條可以阻隔66% 澱粉吸收，同時促進甜食類產品代謝，減少脂肪堆積。以進食一碗白飯為例，正常白飯熱量咧係會完全被攝取嘅，食咗卡路咳之後咧，只有約1/3碗嘅白飯熱量係會被身體攝取。減重時配合卡路咳，可以唔需要刻意忍口或者捱餓，都可以輕鬆咁瘦㗎。我食咗卡路咳1個星期之後咧，喺冇做運動情況下，竟然瘦咗1 kg 啊！咁點解我哋要揀卡路咳呢？其實咧之前咧有第三方檢測機構報道過，係卡路咳可以抑制升糖達70% 㗎，仲獲評級為最安全嘅等級，係萬寧安全同功效最好嘅推薦。卡路咳特別適合喜歡澱粉類為主食、甜食嘅愛好者、生酮飲食嘅人同埋減重嘅人士。日常咧每日食一條，喺食放題啦、打邊爐等等嘅大餐前咧都可以食多一條，減低食大餐嘅罪惡感啊！卡路咳係莓味啫喱狀，唔需要用水服㗎。仲有啊，佢比喺市面上粉狀阻隔熱量產品好食好多㗎。另外佢仲有款姊妹產品 Slimpo 極瘦菌，瞓覺前食一包，將200億瘦菌定植腸道，只要增加腸道瘦菌就可以提升基礎代謝，阻止脂肪合成。單淨係食佢1個月瞓住都可以瘦2 kg 啊！如果你都想阻隔熱量，同時提升代謝，卡路咳 Jelly 同 Slimpo 極瘦菌都喺萬寧做緊優惠㗎，一齊食咁就可以輕鬆瞓住瘦啦！